有一位知名嘅 KOL 話咧，夏天爆瘡係因為你皮膚底層乾到出油，聽落去咧就好似好邏輯，但係喺醫學角度嚟講咧，呢個講法係大錯特錯。皮膚咧嘅水分同埋油脂根本係兩個完全獨立嘅系統。嗱，最簡單嘅例子啊，濕疹皮膚夠乾啦啩，但係佢唔會因為咁而狂出油，所以缺水導致出油根本係唔成立。真正令到狂出油嘅原因係因為天氣熱、高升糖嘅飲食同埋捱夜。唔想又油又乾，戒甩兩個習慣。第一，千祈唔好用花灑沖熱水涼嘅時候洗面，因為熱水咧會洗走皮膚嘅保護膜，令到佢變乾，同時會刺激咧飆更加多嘅油。第二，唔好日日敷 mask 啊，敷得太多，長期浸住個屏障，反而會連水都鎖唔住啊！如果你塊面咧已經又油又乾，已經去到失控嘅地步啦，又唔知點處理，即刻 inbox我或者留言，等我幫你睇睇你嘅皮膚究竟出現咩問題啦〜